乡亲啊，台北市的选战来看，这个风台天，恐龙隧道土石放落来，三个候选人拢到场来关心。啊，上晚到位的蒋万安去互民进党大大来警惕，讲拄着灾害就变做蒋冷冷。啊，蒋万安是来回讲，看灾基础，救灾才是第一优先的代志。另外，黄珊珊日前表示讲，防疫旅馆的政策是台北市的发想，所互陈时中讲是剽窃抄袭。黄珊珊今仔日讲重话，要求陈时中收回，若无吼，大家法院来收件。我拢好朋友啦，好朋友。理性战胜感性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陪陈时中到上港市场拜票，两人互动真好，强调讲拢是好朋友。阿中，共选。摊商送伊好头彩，陈时中透早走去市场拜票，另外一边蒋万安伫透早5点嘛去拜访网家的龙鱼市场。将近4点钟的扫街，蒋万安把时间甲这摊商市民握手，甲其他的对手比较起来，伊是上早起床的。不过进前风台天，空屋傍空有棒球头，三个候选人拢到现场去关心。其中上晚到的蒋万安，何人警惕讲拄着灾害，就苗要应变。救灾绝对是最优先的事情。昨天我也第一时间一早就先到内湖、大湖里。蒋委员我想他有时候他在行程中，然后就去的比较晚，那我没有办法再评论这个事情。风台天却变成台北市长选举另外一个战场，投票时间逼近，郭定赢落去市场拜票，黄珊珊搁到网站。甲李明拜托黄珊珊主打政绩牌，为了防疫旅馆当初政策的想法，搁抢陈时中。对，所以不要再说人家剽窃，说人家剽窃是很严重的指控。我再强调一次，陈时中先生，请你收回，不然就法院见。防疫旅馆都是从集中检疫所来做一个延伸，相关的工程的分配都从这里来开始的。那蒋万安是表示讲，防疫工作不应该变成政治人物抢功的工具。台北市三峡都的选情是愈来愈激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